镜头个转来过来关心，进前伫网络顶悬的论坛有出现咱台湾的一寡外交的机密文件咧拍卖，内底嘛有几若份公文的图。这图内底是写讲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驻美代表落任了后，伊要转来台湾的时，又透过外交部要求讲要炸酒免查验。咱在政部是有表示讲，确实有收到这份外交部的公文，也毋过嘛强调讲外派人员要转来台湾，家己用的酒、家己食的酒品是唔免查验的，有照规定报税就会用的。公文写前驻美大使萧美琴封调回国通关事宜，网络论坛出现这份技术外交部公文，内容是23罐总共15升的酒品，价值超过3万。社会媒体马上有网友发文指出，萧美琴回国时阵透过外交部要求关部署免输酒查验，财政部也协助办理，亲像总统府处分案的翻版。所有驻外人员都是循这个程序，但光是112年就有55位外交人员回国的，也都依程序来办理，所以并没有任何的不同。财政部证实有收到外交部发文，毋过反驳特权，强调照关税法第49条规定，所有驻外人员回国申请自用酒品通关，免分酒进口业许可执照，也免办理卫生查验，拢是照规定办理。毋过相关酒品进口到海关的时阵，依然爱扣酒税、营业税甲关税。按照财政部的规定来进行而且是行之有年了。类似这样的认知作战的作为我个人认为相当的不可取。那民众呢也要提高警觉。行政长张建仁批评是有心人士咧操弄政治线，毋过这是海客被咱的 CGB 外交物件了后，佫一件政府文件技术外泄，合正成为政府单位，爱加强治安防护。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类似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情形。如果是从暗网的话，那要追踪来讲，它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如果说能够跟这个美国或等等具有相关能力的这样子的国家有去做一些合作的话，那当然比较有助于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相关文件拢是成伫暗网散布，学者建议政府应主动查漏，甲美国等国跨国合作对查海客来源。记者综合报道。